咁周邊嘅3公里範圍咧有13個商場啦，咁包括我哋嘅正江廣場等等嘅購物中心，咁商業嘅配套成熟，完全可以滿足我哋日常嘅購買需求嘅。咁仲有我哋嘅紅星美凱龍，咁呢個愛琴海嘅購物中心等等高端嘅商圈，金灣斗門兩大區域將新增嘅9大商圈，未來嘅商業活動係越嚟越強大嘅，全南向嘅合圍佈局。咁塔樓同埋我哋嘅板樓嘅分別咧係好大嘅，咁板樓嘅採光好啦，通風好啦，同埋私密度咧都係比較高嘅，住落係好舒服嘅。咁小區入邊係有一條220米長嘅景觀中軸線，咁貫穿整個社區嘅。各位香港嘅街坊，大家好，我係珠海大鵬，歡迎收睇珠海專線頻道。喺香港有冇試過週末想出街，但係周圍都係人，行步路都難。今日要講嘅呢一個樓盤，位於我哋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容積率只有 1.97， 係純板樓嘅設計。現時係準現樓，6月份就交樓啦。今年咁建築面積係89至122平方嘅3房至4房，新規嘅戶型，100%嘅使用率。咁佢係叫做興格芳鄰，咁位於我哋嘅珠海金灣航空新記西湖片區，咁佢呢個金漢路同埋我哋嘅金城路嘅交匯處，咁珠海嘅實驗中學咧都喺我哋樓盤隔離，咁由我哋嘅格力旗下嘅全資控股企業興格城市發展開發建設嘅，咁一期佔地係2.3萬平方，一共係分2期去開發嘅，咁總面積係6.6萬平方嘅，咁總戶數係430戶，咁車位係464個，車位嘅配比係超過1比1嘅，咁綠化率係35%，容積率係只有 1.97， 咁最關鍵咧就係準現樓，今年6月30就交樓噶啦，咁外立面基本上都係成型嘅，眼見到摸得到，完全係唔使擔心貨不對版嘅。興格芳鄰最值得一讚嘅地方咧係容積率只有 1.97， 喺珠海成個新市場都係非常之罕有嘅低密社區，連主城區嘅豪宅都未必做得到呢一個水平。咁全款係規劃咗8棟16至17層嘅純板樓，全南向嘅合圍佈局。咁塔樓同埋我哋嘅板樓嘅分別咧係好大嘅。咁板樓嘅採光好啦，通風好啦，同埋私密度咧都係比較高嘅，住落係好舒服嘅。咁小區入邊係有一條220米長嘅景觀中軸線，咁貫穿整個社區嘅。咁打造社區嘅劇場同埋我哋嘅城市客廳，仲有兒童書吧3大功能嘅架空層。咁業主係提供咗豐富嘅活動同埋社交嘅空間。咁呢一度嘅樓下本身就係西湖市場，咁更新改造項目嘅配套住宅嘅項目同埋我哋嘅西湖市場係零距離嘅。咁買餸買生果買日用品落樓就可以搞掂嘅。由項目開車去金灣華發商都係5-6分鐘嘅事情。咁商場一共係分地下1層，地上係4層嘅。咁負一層係超市、生活用品同埋我哋嘅特色嘅餐飲等等嘅。咁1樓係國際嘅潮牌同埋名牌嘅珠寶，2樓係國內外嘅男女裝同埋生活嘅配套，3樓係我哋嘅電影院親子活動咁4樓咧就係格式大型嘅餐飲同埋我場內咧都有呢個幸福南海嘅 IMAX 影院，同埋我哋商場定位咧係時尚趣玩科技嘅體驗公園商場。咁採用係街區嘅商業加我哋嘅集中嘅一個商業，咁呢一啲形式去打造嘅。咁周邊嘅3公里範圍咧有13個商場啦，咁包括我哋嘅正江廣場等等嘅購物中心，咁商業嘅配套成熟，完全可以滿足我哋日常嘅購買需求嘅。咁仲有我哋嘅紅星美凱龍，咁呢個愛琴海嘅購物中心等等高端嘅商圈，金灣斗門兩大區域將新增嘅9大商圈，未來嘅商業活動係越嚟越強大嘅。咁興格芳鄰最大嘅教育就係一格之路嘅實驗中學。咁呢一間實驗中學咧喺我哋珠海係排前4名嘅，係重點中學嚟嘅。咁廣東省國家級嘅示範學校啦。咁校園佔地係面積係19.9萬平方嘅，咁都係我哋珠海最大嘅校園。咁周邊嘅3公里範圍咧有19個公園，咁距離最近嘅咧就係我哋嘅金山公園，咁距離係有896米嘅步行係即可以到達嘅。咁金灣個中心濕地公園就係26年嘅春節舉辦咗呢個悠遊金灣親遊嘅呢一個燈會，咁3日係吸引咗遊客係超萬人嘅。咁金湖公園設有50米嘅高粉摩天輪，同埋26年嘅春節兒童免費體驗嘅旋轉木馬，金灣情侶路嘅6道全長7.1公里，騎車同埋我哋嘅
散步啊、步行道啊，呢啲全部都係有分開嘅。公灣嘅高爾夫都係10分鐘嘅車程。26年推出嘅陣影情長晚年嘅主題藝術。都係展廳啊，同埋呢啲 VR 嘅沉浸式體驗啊，都係喺嗰邊嘅。醫療配套，小區周邊嘅話有我哋嘅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啦。咁按3級嘅醫院嘅話去運行管理嘅，開放嘅床位560張，專科門診嘅話係有76個嘅。金灣區26年已經正式組建咗2大緊密城市嘅醫療集團，推動咗優質嘅醫療資源去均衡佈局嘅。咁有啲街坊最關心嘅問題啦，就係我哋交通方唔方便。咁4橋嘅貫穿住咗東邊同埋西邊，香港大橋、紅磡大橋、金海大橋呢啲嘅話都係一期全線係通車噶啦。咁珠海嘅全市係總體形成咗5橫6縱高快速路網。咁其實實現咗我哋嘅中心城區15分鐘就可以上到呢個高快速路，整個東西城區1小時嘅話係互達得到嘅。咁由我哋興甲方向出發，經呢個紅磡大橋或者金海大橋去橫琴去港珠澳大橋口岸，全程話大約都係25分鐘可以搞掂，咁再經過呢個港珠澳大橋返香港1個鐘頭就可以到達，咁個半鐘呢就可以去到我哋香港嘅市區㗎喇。24年，我哋珠海市國土空間總體嘅話規劃咗明確嘅雙城架構空間㗎喇。咁金灣嘅西部城市中心呢，就係我哋珠海嘅雙主城之一。咁26年嘅3月，珠海西部城市中心建設嘅嗰個實施已經係正式嘅係評發咗嘅。咁西部嘅城市中心將我哋構建呢係1合3翼5大分區。咁總體格局呢係成10多年前嘅3.8平方公里嘅航空新城。核心區域白紙作畫，咁而家呢係增加至到27平方嘅西部城市中心，擴容嘅體質同埋我哋金灣區25年司外遷入嘅戶口人數係排列全市第一嘅，咁證明嘅話係越嚟越多人睇好呢一個區域。咁呢啲規劃嘅話意味住我哋而家買入唔單止話係一間屋，而係一個即將高速發展嘅城市中心入場館。好啦，咁講返我哋重要嗰一 part 啦，弧形係呢個樓盤呢都係值得一讚嘅地方嘅。咁主打嘅話係89平方嘅3房同埋103嘅3房，同以及呢我哋122平方嘅4房啦。咁89平方嘅話3房小家庭理想嘅起點。咁呢一個弧形嘅話係到咗獨立嘅入戶玄關，咁你可以喺度呢設計咗淨衣區同埋嘅話收納區。咁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呢可以嘅話換衫換鞋，唔會話將呢啲外邊嘅灰塵嘅話帶返入我哋屋企入邊嘅。咁呢個客廳呢採用嘅呢就係我哋嘅餐廳一體嘅設計嘅，咁搭配咗一個 U 型嘅廚房啦。咁整體嘅空間嘅話都係非常之空透嘅。咁3間房分佈嘅動靜分明呢都係好清晰嘅。咁呢個陽台係封閉式呢，可以打出去將佢落地去封閉佢嘅。咁就算話係吹颱風都可以坐喺陽台嗰度飲下茶、睇下世界可以睇返呢啲每個房間嘅一個格局，整體嘅話都係比較寬闊嘅，唔會話好逼窄。係啦，咁每個呢個房間都有一個獨立嘅飄窗啦。咁呢啲飄窗呢，你可以去做一個定製，又或者嘅話係改觀自己想要設計嘅一啲方案。係啦，咁成個呢個主人房嘅主套有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我哋嘅獨立嘅主套。係啦，咁我哋嘅話再去我哋嘅103房嗰邊嘅話，再去睇翻好啦，咁我哋嚟到呢一個103房啦。103房呢，咁佢同樣設計嘅話都係一個嘅話係獨立嘅玄關啦，都係同樣可以做翻一啲嘅話鞋櫃同埋我哋嘅換衣區咁呢個廚房呢，都係入到嚟嘅話都係一個 U 字形嘅設計咁所以佢成個呢個客廳、餐廳呢啲嘅話都係連埋一體嘅，呢啲都係可以嘅話係打通出去做一個風窗落地嘅。咁佢呢度嘅房間呢，有一個書房，佢係做咗一個創意嘅空間，咁大家嘅話可以按照呢一個格局去打造嘅。係啦，咁再翻入到呢一邊呢，我哋嘅呢度就有3個房間啦。因為呢一個103呢係3+1嘅戶型，咁佢嗰個設計同埋我哋嘅都可以去按照佢呢一種去打造嘅。係啦，咁每間房間都係比較分明通透，採光嘅話都係 OK 冇問題嘅。係啦，咁呢一邊嘅話，呢個主人房呢就係做翻呢一度呢入嚟嘅話就係一個
衣帽間同埋我哋嘅衣櫃兩邊雙用，你都可以設置可以設計嘅雙用去用嘅。咁同埋我哋嘅主套都係有乾濕分離全部都係做好晒噶啦。好啦，咁我哋嘅話再去我哋嘅122平方嘅大四房，我哋嘅話再去睇埋嗰個戶型究竟係點嘅樣啦。如果你預算鬆動啲嘅，一定要睇下呢一個122平方嘅四房，呢一個戶型嘅話係做到4個開間朝南，咁南向嘅弧寬嘅延伸呢係12.8米嘅。咁簡單嚟講，成間屋差唔多嘅話，每個角落都有陽光曬入 ，LED、LDKB 一體化嘅設計。咁我即係話我哋嘅客廳、飯廳同埋廚房一字排開嘅，形成一個話係超級闊嘅寬闊嘅生活空間。香港嘅街坊嘅話應該好有感觸啦。咁邊度有咁大個廳俾我哋去招呼朋友？咁值得一提嘅呢，就係興格芳鄰喺金灣片區係首個採用咗新規設計嘅樓盤，建築面積嘅實用率嘅話係100%嘅。咁喺香港嘅話，800尺建築可能只有600尺實用，咁差唔多嘅話係俾開發商嘅話賺晒呢啲差價嘅。咁但係嘅話呢一度嘅話，你俾嘅錢基本上嘅話都係你得到嘅空間。咁呢一度嘅交標配備嘅全屋智能馬桶涼霸同埋暖風機衛浴選用嘅都係我哋嘅布拉維特同埋我哋嘅花灑都係使用呢個韻思隔香。精裝交付全線都係一線嘅國際品牌。咁呢一度呢係我哋嘅均價係17,000至18,000蚊之間，係啦。咁呢一個整體嘅空間格局話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個主套嘅話都係配備住呢個衣帽間同埋我哋乾濕分離呢啲空間係超級大。你仲想整多個衣櫃嘅話都仲得呢一個嘅話真係舒服，非常之舒服。如果鬆動嘅朋友一定嘅話係要嚟睇下呢一個戶型。好，咁同大家總結一下啦。咁國企嘅準現樓安全感拉滿啦。咁格力旗下去打造，今年6月就交樓啦，眼見為實。第二個就係我哋低密度嘅神版樓，居住體驗極佳嘅，用積率1.97，全南向合圍嘅佈局，採光通風一流。咁第三個呢，就係新規嘅戶型啦，100%嘅使用率，89至122嘅3房至4房，空間嘅話都係實用嘅。咁教育配套嘅話就係頂級噶啦，珠海實驗中學一路之隔，3公里內13個商場、19個公園。咁網路呢，就係我哋嘅交通網絡完善，4橋嘅貫通，機場、城軌同埋高速齊全。咁深珠通道嘅話加速咁推進啦。咁第6個呢，就係我哋區域嘅發展潛力大，珠海西部城市中心規劃落地，咁未來呢係可期嘅。咁呢個樓盤嘅話係比較適合我哋嘅人群啦。咁計劃喺呢個大灣區退休養老嘅香港朋友，同埋我哋嘅想小朋友提供一個寬闊嘅成長環境嘅家庭，咁經常咧需要往返珠海或者係港澳香港呢啲商務人士，咁想將部分嘅資產配置喺大灣區投資嘅，咁投資者都係適合嘅。咁香港嘅街坊，我哋係每日都喺呢個城市奔波，係為咗咩呢？都係為咗我哋有一日可以同屋企人坐喺呢個寬闊嘅客廳入邊食一餐安樂嘅茶飯。咁為咗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喺陽光充足嘅房間入邊讀書，咁喺安全嘅小區入邊跳跳跑跑。咁為咗喺我哋嘅放工返屋企唔係對住四面牆，而係可以喺陽台呢一度飲下茶，望下遠方嘅風景。興格芳鄰可能嘅話唔係最豪華嘅樓盤，但係絕對係一個可以讓你安居樂業嘅地方。如果你對呢一個項目有興趣，想了解更多嘅詳細信息，又或者想安排實地去睇樓預約大鵬岳，有免費嘅專車接送，歡迎評論區留言或者屏幕上方聯繫大鵬岳，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咁我哋今期呢就到呢一度，下期再見，拜拜。